国内教育和家长团体今公布全国家长上关心的前10大教育议题问卷结果，其中这品格教育、校园安全，还有心理健康是家长上界关心的前3名。教育团体也要邀请4位总统参选人11月参与作答。大声喊口号，爱大家关心教育的重要性，而且互囡仔一个好的未来。总统大选特别教会真侪教育家家长团体公布全国家长上关心的前10大教育议题问卷结果，前3名议题分别是品格教育、校园安全甲心理健康。另外，无适任老师的问题改善等，也是家长关心的重点。普遍关心的，第一名是什么？品格，对不对？第2名是校园霸凌，还有中间有什么所谓的家庭教育这些东西，各位看得到吗？看不到的东西，可是家长、教师、老师在意的却是看不到的东西。另外，包含教育竞争力议题当中，对技职教育、高等教育关心甲提升，甲家庭教育、数位学习、课纲配套等议题，家长也真关心。包含热清地顶赛参选总统大会参选人竞选团体，也派人参加这场记者会。赖清德总统候选人，他本身也是一个爸爸，他对这些问题一定是非常重视，我也会如实的带回去，把这些问题带回去给他。侯友宜总统参选人在这个月10月6号已经正式宣布他的教育政策。那这个政策的研拟过程中，我们也跟很多实务界，不管是老师、家长还有学界，都做了很完整的研讨。那至少因为现在很多教育的现场，我大概都会出席，不管是陪伴或是这个来做主要的报告。教育团体邀请总统参选人11月参加座谈，具体回应家长关心的教育议题。代表是表示会将意见早等讨论，拢无正面回应是不是要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